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即摆台北市的选举，有一个主题大家真注意，就是社会主体大家爱真力，讲会当庇佑天下，寒暑俱欢颜。台北市长唔免是私人大铺下大弯，也有提出 TOD、EOD， 中央嘛就爱斗相共。 然后好好啊起厝照起工，安尼才是台北市长应该选这个人。今日来听看卖。首先，咱来绍介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韩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的副教授林旺金林教授。主持人好，来宾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邦仲业不动产企业研究室的经理池家兴。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合并的研究员廖登辉。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首先呢，请到咱三位呢，主要也有不动产业者，也有呢本来呢就是这个业界，而且参与了真侪政策的制定。 啊，嘛有社会 NGO 团体，吼，对着即个社会意见较冲，吼，嘛有较有即个理想性，毋是讲无人无理想性，有诶是注重这方面，有诶注重这方面。所以咱先来看，即一次台北市长诶选举当中，关于着社会主体啦，或者是讲整个咱都市诶即个途径啊，即摆出现了个人诶政见啊，咱来做一下整理，咱来看。 陈市长伊讲，伊要调降到10%社会主体的租金，吼，这是一体适用，吼。另外提供每个月1500块租金的补贴，也有讲互你租金的，也有讲互你较好徛起的。社会主体的总量要达到6%啊，一共5.7万户啊，这是陈市长。第二位黄宣传，伊讲工地民办 BOT。 哦，旅馆转型社会主体，这咱头一摆听到吼，其实是台北市长即摆已经早就今年就开始讲起吼。啊 ，TOD、EOD 咱来请小等专业讲互观众朋友听，这咱切身相关的爱注意听吼。另外，还佫有多金分配，还佫有开发许可，鼓励民间的兴建，已经达到承租量限，或者人过未来。 哦，这个主体顶头的地上权呐，也就是讲，你社会主体也好，你大落去，你若大到一定的年限，我后你买起来，做一个头款，互你个头款，这是真细节哦，看起来安尼，写得敢若较内行哦，另外年费较济，会当先优先带入去社会主体，这听起来嘛是一种行政的手段，互你来做。虽然来讲到蒋万安吼，蒋万安伊讲放宽的租金的补贴，这个陈市长是差不多。另外第二个健全城市产业，这个坦白讲，唔知影伊咧讲啥物。另外第二胎会当带入去社会主体减免租金，而且保留更较悬比例的社会主体，和40岁以下。这算做有排除条款40岁少年的会当优先来带入来。 好，另外公办途径EOD 这嘛是甲这黄宣传即马现主时的这个办法差不多，清银换机啦，就是讲你老大人的厝呢，你空出来去做信托也好，而且呢，你老大人来带社会主体，少年人来带这个结婚较近的所在，通好呢。 较好徛起，较好去上班，而且结婚即马可能对老大人较无舒适，这是蒋万安。另外第四位苏万地，伊讲实施抗污税，互你囤房的人会当放出你的抗污，这就是用租税的这手段扩大囤房税率，这种租税手段，但是这其实是中央的嘛。 伊做台北市长敢有法度？是小等来讨论。另外，租赁市场全面登录透明化，这敢有可能？
这厝头敢爱去登记吼，实施租金的管制法啊，公家土地全面啊放出来，优先做社会住宅，这想嘛知。老师，你甲咱看这4个学生哦，都一个较合格。基本上吼，这做法吼，其实有一寡政策吼，像所候选人伫讲这个，所候选人伫讲这有一寡是中央的法律的问题啦。啊，不过这法律当然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要去考虑，比如讲空屋税、囤房税啊，这我感觉 NGO 也一直在呼吁哈，这个部分是可以啊去努力啊，但是是中央的权限，不是。这台北市无法度，不是市长的权限啦，啊，那么第三种讲这租屋强制登记这个代志，嘛 NGO 嘛捌呼吁啦，啊有呼吁，但是这嘛是牵涉到租赁专法内底的规定吼，嘛爱去修法啊，所以这目前拢还未到，所以这拢是啊，那么租金管制也是嘛是爱有。法律中央的法律啦，嘛是有法律。本来咱的租金管制就是土地法都有规定啊，啊，但是为着要促进这个租赁市场的活化，啊，伫个租赁专法内底其实有所宽松，啊，即摆拢要管制的时阵，其实对这个市场是毋是好是歹，这嘛是爱去讨论啦。但是这也是属于中央的法律啦，哦，那。其他有咧讲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要个有一寡这个什么轻盈换居，我觉得这个概念还不错。换居的概念就是，比如讲咱即马大的所在较无方便，比如讲爱行楼梯，啊行楼梯的时阵，老岁人不方便。如果有社会主题通甲伊交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去考虑啊。那老人优先还是少年人优先？其实咱这个麻烦。主体法内底规定哦，咱2年前咱就修法了后就是讲，至少爱40%是弱势。那么弱势迄个部分有包括这个社会弱势，啊，甲这经济弱势，这2项拢爱保障，唔是干那讲40岁以下就爱保障，其实老人嘛爱保障。比如讲，最近即马有咧，即马我驻都中心的当初，啊，这驻都中心即马有一个公办途径内底有伫个这个上山车头遮，啊，这个部分就是做全龄出租住宅。那么全龄出租住宅内底，龄是年龄的龄，对，全龄哈，而且年龄内底佫保障讲65岁以上有40%优先会使去。就是咱厝里内面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咱会当优先做一下。因为咱发现到讲上山地区内底吼高龄化的情形真严重啊，所以伫个这个5分埔迄个所在吼，其实真侪5楼啊厝拢无法度改建啊。咱即马要更新的时阵，当然是希望讲啊，伊若来这摆来遮来做啊，伊迄个部分。其实也是帮助伊会使第2步，咱叫做种地的概念嘛。都讲我遮互你来做，啊，你即摆这边遮就有适合的推动这个都市更新。这个部分是一个咱政府已经嘛有咧思考讲，这个方式吼，各地方政府其实有哪会使来参考这款做法啊。所以讲，伊伫讲这个老人爱有一个一定比例的这个什么换居。这个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啦，哈。是。那其他有一寡讲要爱这个旅馆哈。对啊。讲旅馆要转做迄落。啊，其实中央嘛已经有办法，哈，中央嘛，即马咱神旺，啊，台北市神旺已经有那停起来，就是要去转色彩，哈，已经嘛。中澳东路要做社会主体。伊迄个时阵疫情的期间吼。那么，算讲真少人来住旅馆嘛，啊，所以真侪旅馆经营袂当落去啊，所以像这个转色彩这件事情，其实咱也有一个办法伫个，哦啊，所以市政府若要办，我感觉嘛是，反正吼，乐观其成，老师你的意思。总共一句就是讲，你会当去增加社会主体的
供给量吼，这种是好代志。吼啊，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各县市吼，咱中央有这个办法，拢会使互伊鼓励伊去做，哦，这就是咱乐观基层啦吼。啊，刷来我要请教着嘉兴吼，你看这4个人，拢管以恁对房仲业来讲吼，影响恁行业的生存，还是讲会互恁这个行业搁较兴旺的？敢有啥物期待？还是讲对恁来讲，对恁的消费者，恁的消费者嘛是一部分，嘛是一般的这个市民吼，都一种政策会较好，你感觉？对阮来讲吼，真正有影响的应该是都更这物件啦。都更嘿，都更这物件，因为阮最近有足侪业务啊吼，伊拢会去做都更的这个叫做教育，就是讲吼，伊咧社区内底。嘿，去上课啊，甲迄个社区内底讲教讲要安怎整合，对啊，若是讲吼真正这个社区无法度个都更的时阵，伊就可能考虑讲爱委托阮来做出售，来做一些规划出租安怎，好，所以对阮来讲是上有影响的应该是都更这物件，啊，可是讲刚社会住宅啦，啊个减免租金这物件吼，因为社会住宅即卖的迄个户数无遐济。所以讲吼，上重要原因毋是讲大家讲啊，我想要租社会住宅租袂起，毋是，即摆是社会住宅我想要租，啊，可是爱抽签，啊，抽签中签率佫就少诶，啊，所以讲对着迄个消费者来说，对于一般台北市民，伊想要住迄个社会住宅，伊就感觉就较困难。看会到，食袂到。对，看会到，食袂到，啊，所以讲这对着因来讲啊，这是应该是较大压力啦。啊，对阮业者来讲的话，是讲啊，你即马无法度租到社会住宅，无阮即马有包租代管，啊，包租代管就是内政部有一个政策，就是说他委托我们业者，啊，若是讲出租有足侪间厝想要出租的。啊，就就你即马所接触的这个业务，是会包租互恁代管的，敢有真侪人？讲实在，嘛是算足侪哦，算足侪，算足侪，比以前较好。因为以前的时阵吼，有足侪厝主嘛，无想要委托房仲来做出租。为虾米咧？头一个是讲啊，委托房仲做出租要登记。我互你政府知啊。嘿，互你政府知，我若是讲进前若是讲无纳税，啊，即马毋是真会花啊，所以讲包租代管。起来了后，讲有足侪间厝的厝主，就比较乐意请我们来做出力。啊，另外一个讲，因为包租代管，我会给伊做辅导，啊，会给伊做倒三工，所以有一些伊无时间，就拜托，嘿，就甲阮委托，啊，我给伊倒一个出去倒三工。所以讲吼，我是刚刚讲都更啊，吼啊，社会住宅的这种包租代管。对我们业者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啊，其他的你说像是长者入社宅啊，还是讲其他的什么一些法规的部分的话，那个大概就是要靠其他一般市民比较有影响的嘿。啊，聊研究完呢，你感觉呢？这4个证件哦，想来对恁 NGO 团体应该是无啥满意的。他当然恁有讲到，讲哦，干那社会主体你看会到，啊，食袂到，啊，到底应该安怎？我要先就是。对于苏焕智的那个证件，先表示肯定啦，因为只有他回应到税制上面的问题而已。那虽然囤房税的这个部分跟空屋税很多必须要靠中央的修法来处理，但是地方其实也有可以作为的地方。我们的财政收支划分法第19条就说，各级政府因为它的需要，它可以去课征临时税负。那这个就是我们奢侈税当年的法源来源，所以地方它其实是可以去设定一个更高额度的一个囤房税的。伊迄个地方财政划分法内面19条讲有这种，确实有啦。伊还有一个地方税通则哈，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当做不是讲专门中央代志，会使做啊。但是做的时候，因为你若要做，地方首长若要做，你要经过报中央核定，因为你无核定，那还是不能实施的。所以嘛是要核定哦，拍摄来请。对，那租金管制法的部分，那这就真的是中央必须要来处理了。那租屋的全面登录透明化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它不太能够一触可及啦。可是针对比方说已经领取租金补贴的，已经加入包租代管的，一来是你透明化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政府都已经知道你在租房子了。对，那再来是你也拿了政府的补贴，其实你在透明化的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去对应的去贡献更多。对，那蒋万安委员的这个部分，保留更高比例给40岁以下的民众住，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会要去看，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因为我们社会住宅目前数量是非常少的，
对，那到底这个排序上面要怎么样去调整？我觉得还必须要再讨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住宅的入住里边，被区分了很多个不同的类别。那这个类别他们的中签率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要比较根本的去来检讨这件事。我举一个例子，以明伦社会住宅来说，它的总中签率是7%，但是如果把它细分开来的话，本市市民的中签率是5.7%。那我们说的在本市就学就业但是没有户籍的北漂族，它的中签率是1.4%而已。哇！那如果是在地区里，就是要拍课了啊。对，在地区里的部分的话，它高达41%，就是住在这一个区，比方说我盖在万华的社会住宅，就是万华区的居民抽中的几率就会特别的高。对，那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社会住宅目前的入住机制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是用抽签制的。那所以每次开说明会的时候，来参加说明会的都是不住社会住宅的人。对，那他们就会去要求社会住宅的新办的时候，去多很多对他们更有利的条款。对，那我觉得如果要去讲，但是这样啊，真麻烦，一块饼就是这大，啊，安怎分，有的人举手讲我要这，我要迄，我要迄，啊，就拢啊抽考啊，啊有啊，听你头安尼讲起来，有的人调签调40%几，啊，有的人1%，啊，这是要安怎？这内面规则的足济呢。啊，这安怎有法度来解决这种代志吗？是因为之前台北市对于在地区里的保留有30%，对他们还有加签。对，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住宅目前是抽签制，对，那所以每次盖社会住宅开说明会的时候，来参加的都是周边的里民。对，那周边的里民其实对于这个社会住宅来说，未来的住户几乎不会来参加这个说明会，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抽到。对，那所以周边的里民就会说啊，你就少盖一点户数，或者是说你盖好之后，你要多回馈我一点户数，这样子他才肯让政府去新办社会住宅。如果讲的白一点，这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勒索啦。对，那所以如果这个入住机制本身没有被检讨的话，你要去把这个饼，就是按照目前的模式再去四处的分给就是其他的群体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也是高的。啊，所以你感觉应该安怎来改革？唔通抽考啊，唔通抽考啊，要用啥物？电脑镜的。在国外或者是说整个国际比较泛用的方式就是所谓的轮候制。对，轮候制它就有点像是我们收号码牌。对，比方说台北市说我要盖5万户的目标，我5万张号码牌就发出去，然后一间盖完就是大家就凭这个号码牌入住。哦，大家后摆叫轮。对，那国外它有很多种比较细致的做法，比方说它可能不是一条队，有些弱势它有快速通道，就是弱势的那个队伍它可以排得比较快。对，那分成几条队，各个国家有他们各自的比较细致的做法。对，那我们台湾最刚开始的社会住宅，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试办计划，在2010年的时候，马英九总统就是说在双北盖5个地方的社会住宅试盖看看。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还会盖多少社会住宅，所以他们就说那我就盖一栋抽签1户就好了，我就不要用轮候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跟国际的入住机制就是脱轨的。咱甲国际就无共款啦，吼。老师，我请教是。这轮候制，吼，啊变做讲，5万人咧等，但是等啊，咱要等到当时安尼，这敢有种可能性，还是讲像头仔廖先生所讲的，讲其实你若有大家有希望吼，希望上水啦，哦啊，这个未来的上水啦。轮候制比这个抽签吼，这两项当然我感觉轮候是较合理，大家拢等得到，而且伊。轮候有一个甲抽签无共款的效果，就是讲我轮候，我一堆人踮遐排队的时阵，第一，您这事的你都要甲斟酌恁就爱去维护伊的特殊，对无？第一来维护特殊，当人伫遐排队的时阵，警察就来嘛，都有人照顾。啊，第二就是无形中会去形成对政府的一个压力。如果你有真正你拍拼做，我这人拢伫甲你看。啊，如果若抽签一摆抽。好运的钓时钟，歹运的钓连钓。啊，就抽过了后，伊就无就不会去关注到这个后续。啊，所以抽签制跟轮候制，我是赞成 NGO 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国外已经都安尼实施啊，咱应该嘛，那嘛是爱做。啊，所以较早唔是无做，因为国民主题较早就是轮候制啊。哦，较早就是啊，但是僧多粥少，太少啊，所以咱即马爱去加强这个社会主体、这个兴建这个部分是爱互伊量会济，
啊，量许济就是包括讲你政府爱兴办的，啊个民间拄啊讲迄包租代管，啊民间这包租代管其实已经嘛真济，像讲咱即马本来各县市内底有一寡量较少的，啊中央政府甲伊收起来，拜托这个工会、中介工会这边遮啊个租赁工会，所以工会办呢，即马到这个今年的10月31日吼，工会办的这个总量哦，已经有到51440户啊，51880户啊，所以这个量已经啊，恁生意嘛真好呢，家兄。但是迄是包括租赁工会啦。租赁工会甲这中介工会拢有贡献啊，所以民间吼，若甲这个代志当做一个代志，我感觉有那会，你讲8万户，其实有可能达得到，要过2年啦，过2年吼，所以有可能达到8万户啊，所以量若济啊，轮候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合理啊，至少。吼，这个地方政府的首长来讲，伊有一个压力，伊应该有一个 schedule， 通爱家己个管控。哎，恁4个吼，台北市候选人10几个呢。任何一个县市首长拢爱做。哦，这毋那是六都吼，其实毋那是台北市啦吼，六都可能就往来比较来参考，但是刷来我来请教着家兄吼。恁咧做包租代管的时阵。敢有感受到吼？因为进前我有甲廖先生小开讲过，你有感受到讲有真侪厝头，伊也是无啥爱人知影讲伊有遮侪厝，吼！我要甲暗藏起来，因为我爱纳税，吼！你要叫我安怎创，我就囥伫落地啊，我就偷偷啊家己来头。你嘛是有知影讲，哎，明明即排厝拢是空的，吼！敢有这种情形伫？嘛是足侪。特别是台北市啊，因为台北市有足侪厝住，因台北市房价贵啊，房价贵了吼，你若是讲租到摕到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租客的时阵呢，就较麻烦。譬如讲，租客在内底赶袂走啦，吼，伊在内底拗客啦，啊，万不幸伊在内底自杀，安怎了，伊的房子会受到影响，这是头一个厝住环路的所在。啊，第二个是讲吼，你拄则讲的，就是讲我本来吼，若是讲没有出租。我若是讲以后要卖的时阵，我可以用自用住宅的税率去卖，所以在自用住宅税率这个物件，我就有在节税啦。我为什么没有人知？所以讲，因为我自用的，我持有也有影响，我要卖嘛有影响，所以我算看嘛要敢卖好，就不爱互人知影。可是讲吼，我是认为讲吼，你若是讲持有的时阵做包租代管，或者是讲租互别人用自用的这个部分，我感觉是合理。因为你真正厝有在用嘛，可是讲你真正要卖的时阵，又用自用，这就不合理呀，本来不合法也不合理啦，所以讲吼，政府现在之前就是有一些房东，伊就甲政府澄清说因为我们如果说做包租代管，今嘛持有的部分有迄个自用的税率，移转的部分也不可以用自用的税率，我是认为这个是比较不合情理的啦，所以讲在税率的一个压力之下，跟这个我们说是他可能在财产权的扣入之下呢，他就会认为说那不如就放着比较好。而且现在很多的房东，他们其实的想法是，他不是要赚那个租金呢，一辈子跟厝的就跟他定存赶快，因为钱可能银行会保起嘛，不如放在厝内底。若是有一天真正要卖的时阵，这价钱嘛袂歹。家兄，你讲到这，大家就拄好散去，拢免讲。大家就是买厝就放金，放了后等于就值钱。但是咱台湾人，或者是讲咱汉人，大家拢有土殊有财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住宅这个敏感应该是要让它去活化的，这个是我认为，像现在市场更小有小夸楼来，其实未来出租的人应该会比较有意愿。因为即摆少年人根本就看会到，拢根本就食袂到，规矩就倒闭嘛。这个请少年的廖先生你来讲看卖。即摆咱台北市其实甲六都，你有这个数字，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那个数字，就是咱整个六都六都你爱无食无啉不倒下起来就算讲你袂枵死几档才会当买到厝，安尼平均来看者，看了一下有影惊人啦。对，这个是我们去在内政部网站上找到的所谓房价所得比的数字房价所得比就是中位数的家庭收入跟中位数的房屋。这个中位数呢？对，是中位数的。
对，中位数的收入跟周位数的房价相比起来的一个比值，就是我们俗称的不吃不喝几年买得起房子。那在2019年第一季的时候，全国是8.66年，对，那一直到今年的第二季的时候，已经到9.69年了，上涨了12%。对，那后面是6都，那看到的确是我们看到的中南部在这几年之间，房价是上涨的最多的，也是变得更不可负担的。那世界银行给的一个已开发国家的标准哦，是说房价所得比应该在3%到6%之间。对，那我们的这个是完全都超过了。那无壳瓜牛运动1989年的时候，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大概是8.5，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6。台北市对，台北市16，对，一般的家庭、一般的房子不吃不喝要16年。哦，这样一个中位数哈。对，但是他说就老师也好啊，家乡所讲的吼，就是讲，咱不管如何啦，就是厝就是安尼啊，那起无够啊，社会主体就是起无够，就算讲这2年伊突出8万吼，吼，啊个另外啊个有这个包租代管的，啊安怎还是不够啊。这无够，到底这整个政策，恁对恁 NGO 来讲，恁对着这房价政策也好，咱少年人还是咱台湾这地人，吼，不管是老中青三地人，恁的想象是啥？我们近年来因为房价不断的上涨嘛，所以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就有宣示说他要打击炒作。对，那我们在4月的时候，其实行政院也提了一个法案到了立法院里面，叫《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法草案。那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近年来最强的一个打炒房的法案。它里面核心的就是要求，就是预售屋跟新成屋的契约不可以转售，就是不可以去炒作这些预售屋跟新成屋的契约。对，红单更早，为了别咱个转售，啊，设起来，时间期间不能转售，你买了以后就要等到成屋以后才可以再卖。哇，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其实在去年11月提出的时候，市场就有反应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预售屋的一个贩卖，其实变得更不好卖了，就是大概掉了30%多。那反而是投资客手上有预售屋的，他赶快要去获利了结，对，脱手的数量多了25%，对，但是这个法案到立法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通过，对，就是都目前的2个内政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排审的意思，对，那这个是打炒房的部分，就是说近年来房价非常的高嘛，这个飙涨的部分应该要去做打击。那可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在于租屋市场。对，因为目前的以双北来说的话，很多时候可能房价因为已经16倍啊嘛，对，打对折也不一定买得起。8倍我嘛买不起啊，是，我规起来细厝，是这个意思。对，所以租屋市场对于都会区的年轻人来说，它比过去更重要了。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可能我们对于租屋的想象就是说啊，工作2、3年之后的一个暂居场所之后，我就买房子付头期款了，所以租屋怎么样，大家不是很在意。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业者做过研究，说双北地区的首购族的年龄，新北市已经突破了38岁，台北市已经突破了40岁。所以如果你在双北没有房子，不能跟家里一起住的话，你22岁大学毕业，你会有10几年甚至20几年的时间，对，都在租房子。对，但是租屋市场其实过去却一直都没有被合理的重视。那这2年因为房价不停的飙涨，租屋市场变得更惨，因为原本可能买得起房子的人买不起了。他就要租房子，但是我们的持有税跟整个租屋市场的环境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供给还是那么一点点。哦，你讲到这真复杂啊！我讲一摆吼，这观众朋友听，就是讲吼，因为这个开始要给你管制，所以真侪人要想讲要来租厝，结果饼也是阿济，结果租金就摊悬嘅，是这个意思？对。哇，啊，这就是安怎？啊，这就唔那是。房仲业可能嘛会受到这种政策，虽然那个伫立法院那个倒掉，是，但是对恁来讲，这是一个好结条还是歹结条？
我是认为讲吼，伊即马倒在立法院哦，应该是上好的处理方法的。因为吼，你若是讲真正是通过，没有通过的时阵啊，它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啊，若是讲真正通过了后啊，讲实在民间会有一些办法来去做一些破解啦。安怎讲？啊，我迄当阵就在讲这个预售屋啊，北化都不可以做买卖，可是你可以移转给迄个你的配偶、你的迄个直系、你的那个亲戚、你的直系血亲、尊亲属跟卑亲属。所以讲，阮就有帮人讲，阮有人讲啊，你若是讲吼预售无法度买卖的时阵啊，你就甲买方结婚，结婚了伊就是你的配偶。啊，你有配偶，你即摆就使来做移转。这观念上叫诶。对，我讲你即摆会使算迄个买一间厝啊，算遐尼大。啊，我是讲吼民间吼，真正若是讲要做移转的时阵，真正有足侪方法。比如讲老师可能嘛知影，有人用债权的方法的，不要说结婚啊、收养这些方法。你本来就欠我钱啦，哈。对啊，我用债权的方法啊，给你做一个抵押啊。这物件都是民间就故以来对于这款无法度移转的不动产的时阵去做的一些法律上面的对策。所以讲，以后除非讲市场无好，不然讲你如果说这种法律一过的时阵大概民间都会想到一个方法来做营业。来 NGO 来讲一下，伊讲这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的确，目前是可以转移给就是直系亲属，可是它其实是有限制的。就是它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只能转移一案，对，那个时间是，我记得是2年一案嘛，对的一个这样子的时间，所以它其实的影响没有这么的大。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会有啦，没办法去管理到，就是所有大家都不找漏洞。在你那立场是一旦做完，一定要除恶务尽的，对吧？对，但是我们每次都是推出一个法案之后，那有人钻漏洞等等的，我们再看怎么样去做修补嘛。所以讨论这件事情或排审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第一步的。如果没有讨论、没有排审，就后续什么都没有。对，那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突破。那可是如果说很多的方式可以突破，所以它对房市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话，那为什么建商现在都群起反对？那如果大家本来就都有办法破解这个东西没有差的话，那就给他通过嘛，对，也没有关系。可是其实就是看到目前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其实这个法案是卡在立法院出不来的。好，老师，这按是安怎看？对房中业者来讲，这唔通，这对着整个这个房市会真大的影响。但是 NGO 就想讲，这咱一般市民大众这真好的代志啊。这是两边，尤其这因这做市场，咱来看这社会主体即摆兴办兴建当中安怎，讲到安怎拢无够啦。房市一直起。是啊，先讲打炒房这个代志咱即马也是呼吁立法委员较紧完成立法啦。这个法经过这侪讨论这个媒体一直报。这个部分其实对业者来讲也是一个临时啦，等于你挂肉同款安尼。所以赶快过。过了后是毋是还佫有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感觉这每一个法开始通过了后，较早特销税、奢侈税嘛开始有一寡在假买卖等等。这个房地合一税嘛是同款有。其实这拢是基渣的问题。那基渣较彻底的时阵，才会违规，这代志就是会自然就会消失，或者你方法改变啊，你就唔敢嘛。所以较早咱上简单的一个内容，咧地安全嘛，因为落实取缔，大家就乖乖。你若无的时阵，这个代志就是大家都反正跟你政府斗法嘛。所以这个打炒房，因为主体是互人大，唔是互人差的。所以应该就是共款爱去迄款。那至于讲社宅社会主体这个代志我嘛感觉地方政府嘛爱较拍拼，因为即马新的这个县市长选刷这个社会主体这究竟就是一寡无法度去买主体，还是无法度去买地上权也好，买这个所有权的因为这弱势。政府无条件爱甲伊照顾嘛，所以这个部分的量既然无够，我感觉这就是唯一就是爱冲量嘛。冲量这个代志，中央其实是真拍拼，因为去找这个国防部
营改的土地、卷改的土地，拢去盘点，拢给悄悄出来，拢给悄悄出来。所以即马刚刚我驻驻中心即马吼，各县市拢去招标，你来去这个。看你有没有来投标无？对，所以真侪厂商即马来讲有机会嘛，会使去参加这款的标案吼，那么让这个社会主题这个量慢慢给冲出来，冲出来了后，咱要抽签也罢，轮候也罢，迄个部分哦，慢慢只有量的时阵，该人讲拄主持人伫讲说禁闭函数具欢颜，迄就是真正社会主题最终的目的，就是安尼嘛。但是咱讲哦，禁闭函数吼，具欢颜吼，这实在讲，哪有可能每一个函数拢具欢颜？吼，对 NGO 来讲，就是我这饼就是遮大，这社会主体这数量对你来讲，敢有够？不够，无够嘛吼。而且你佫讲吼，其实已经一个少年人伫台北市，可能有将近15年至10几年的时间拢爱卸除，所以你认为上要紧的是？卸除的代志，对，是租房子的事情，对，是租屋。除了社会主题以外，民间的租赁市场这个代志嘛是爱健全嘅。所以讲拄讲咧租税，社会住宅法23条，去年6月就修法讲帮厝头家你免惊讲叫人户口袂当写入来，你即马逃漏税是会使甲你追查7年。这个法定落了讲以前的我拢无要甲你调，无要甲你查税，无甲你调难啊。所以这就是讲，政府即马法已经通过啊，去年6月已经通过啊。鼓励你自新啊！你家己自新，你唔来自新，过落来就是政府爱去查税嘛，应该爱去查税嘛。敬酒不加好酒了，吼，就是安尼查落去吼。但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会感觉讲，其实咱台湾人尤其是有钱的台湾人，有厝地的台湾人，伊的行为、伊的经济行为会较保守，吼。是看头，就是简单讲啦，有钱人哦，搁较欠啦，吼，会当省钱就来省钱啦，会当减省就来减省。但是伊就无爱报，就是无爱报啊。这搞毋啥物手段，在恁实际上咧做包租代管的时阵。你有感觉有啥物物件，咱建议着政府搁较来进一步来做？讲实在，拄则李署长讲的查税是上有效的啦。以前吼，我们这一路下来，这些包租代管跟租赁市场这些物件吼，政府提了非常多鼓励的方式，包括了那个自用的税率啦，吼，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啦，独这个查税这些代志，我都做。可是讲嘛，真奇怪。伊是讲吼查税这物件，伊无要很明确的说，可是他却跟我们说，他们有承诺那个财政部不查参与包租代管的税啊，这不是就奇怪的代志吗？哦，嘉兴你今日爆料哦。这个是本来他们那时候就有，我们在参与新的这个，我们说是300亿的这个包租代管，这个是租赁的这个爱心房东的时候，就已经有承诺说不去查这些爱心房东的税。这就是主题法，我拄仔你讲23条不追溯前面。伊讲这个租赁资料哈，不作为这个课税依据，不作为课税的依据，就是讲简单讲。你提这个出来，我袂甲你查以前你是不是有？老师意思讲袂查以前，不会去查以前的。他这个事情他就等于关门了。可是讲为什么还这么多人不愿意参与？因为大家无相信，大家还会认为说，我今晚参与了，是不是我俩个多好？对啊，那有一些人他就说我得看卖，政府真正有被抓无？可是其实政府要抓，一定是抓得到。掏起来啦，你真正你有。房子，你有那个税籍，你有房屋，你本来房屋的部分，你就可以去查这个房子的水电呐、你想要查这水电，看它是不是低度用电。那是真正无人住的时阵，你有法度查无？有法度嘛？那是讲，这个部分你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金流，你房租不是汇进来吗？你如果真的要查，是都查得到的可是政府不做啊。所以你说租赁市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鼓励了这么多，大家不会照做？
就是因为大家讲，哎，政府无要掠啊，真的是抓几个大家就怕了啦。是抓几个掠开的，大家就惊啦。来，廖先生，你敢不敢？其实政府是真的不抓，因为我们跟财政部有当面的聊过很多次，就是我们今天两个人爆料呢。就我们那时候问财政部说，你有没有在抓租屋的逃漏税？他说有，我们在抓。我说那你一年抓几个？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的原因是说，因为租屋逃漏税跟那个重所税的逃漏税是并在一起的。他们在很基层的站的时候就已经把数字合并了，他没办法猜出说里面有多少是租屋的逃漏税。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借口啦，就是你怎么可能会找不到这一个资料？你要小等者，我留予财政部一个澄清的机会吼，你会当打电话入来，啊无就是吼下配互阮，我另外时间互你来澄清，来请继续。对，那他们当然也有做一些比较表面上面的查税的专案嘛，比方说他去查持有非自住10户以上的大户的查税专案，其实今年跟去年都已经有做出来了。对，就是找很大户的，就是杀鸡儆猴。但是那个大概都查个几千户，我们台湾有100万户的租屋族，对，所以那个其实绝大多数的房东还是不会觉得说这把刀会落在我头上啊。对，那为什么政府查的这么的不积极？为什么他们不想要查？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如果真的用力的查下去了，那这些房东就干脆收回来，就都不要租了。因为他们目前就是说，房东租房子出去，其实投报率并没有很高。在台湾来说，我们的房价太高，租金相对起来没这么高。那我们的持有成本又很低，空在那边空几十年，其实也都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问题。那所以，如果政府去严查的话，有些房东可能就不爽，那他就不把房子拿出来出租，租屋市场的供给就会变得更少，状况就变得更糟。所以政府是有点投鼠忌器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如果要回去说如何不让政府投鼠忌器的话，那个其实就是政府他到底要不要针对持有税进行改革嘛？囤房税的问题。对，就是去做类似像囤房税这样子的做法。如果今天有多屋者他持有的房子，他不拿出来出租，他就会被课予非常高昂的税负，直到他出租跟政府报告为止。那他就不会有那一种就是大不了不租的这个选项存在。那政府后续的一些管制才有可能。不然现在有点像是哄着他们，就是你怕查他就不租了，对，那完全没办法下手。你讲的这个逻辑也是有影啦吼，我甲你查啊，我就惊，我规矩我就不爱做人，我不爱做人，我就无法度尽辟天下寒士啊，所以变做安尼。但是这囤房屋税，这到底今麦这个进度是啥物？老师？房屋税条例第11条本身就有囤房的这个区隔哈，伊有内底讲咯，你实际自住的以3户以外的哦，非自住的哦，那这个部分要定差别税率、差别税率。那差别税率呢？基本差别税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哦，比如讲台北市还好，台北市伊超过3户以上，伊有2.4甲3.6。係。哦啊，其實這國家的法律是安尼。啊，但是迄個3.6、2.4這是地方在管的，啊，有的人敢若1.6爾，超過3戶以上，敢若就1.6。啊，有啥感覺啊？差一點點啊爾，啊，所以這就是講中央哦，我感覺講地方違法，啊，中央攏無要甲伊糾正，啊，所以咱有迄個財政劃分法，有一個補助，你補助款你就是愛甲先甲查，這個你無錢，你愛去扣稅啊？對。舊年吼，咱 NGO 有咧呼籲，啊有咧對，啊這個蘇部長吼，財政部蘇部長，因為若甲各縣市有咧喝咖啡，啊最近即嘛有真濟縣市有開始提高這個差別稅率，但是差別稅率這個部分吼，其實應該還無夠，因為你像講拄啊，迄個蘇委員你講，迄個蘇範治候選人你講迄個部分吼，我感覺這個。所以囤空屋税这个部分哈，应该爱甲迄个囤房税率要给提高，比例要给稍微再把它加码啊。这个部分呢，让那个最低下限的那个部分要把它提高啊。提高了后，我感觉迄个效果再出来，因为你有一个萝卜，你给鼓励，也给补贴，甚至咱讲惊伊讲做了后，惊伊讲啊有迄个后遗症的。凶宅啦，变成安怎的时候，嘛有甲你保险呢，补助拢会使你
甲你三加保这真好的代志呢。啊，但是呢，诱因吼补助的萝卜也遮济啊，但是你无棍子，啊，你无棍子的时阵，只少就是讲，甲你来讲，我就是看你政府无能嘛。哦，所以我感觉这选后吼，中央甲地方吼应该合作，甲这个代志吼应该安那迄款的齐头并进。咱即马较早，莫讲即马这个打草房，较早这个红单管制迄个代志的时阵，我就甲呼吁讲，你都要有一个平台联合稽查，大家对得起来啊。对，啊，咱即马这样共款啊，你这查这逃漏税哦，财政爱出来。违章违建的这个公务的爱出来，消防的爱出来，地政的爱出来，联合稽查。那联合稽查了后，这个就无所遁形嘛。然后像即马家兄弟讲，内底讲你用电用偌济，你每天你的超过40度以上的啊，你这讲你拢无你出租，你讲爱过啊，所以这就是监护爱者，如果能够把它做有一个平台督促这个违规逃漏税这个代志，我感觉这个租赁市场是会改善的。是，我吼有一个想法吼，这等出来无清晰，但是吼大家来参考就是讲，咱来去查，但是啦，还有公务机关啦，啊每一个县市的能力啦，安怎讲安尼吼，啊对无毋对，这囤房税吼爱提悬，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租客你本身也有觉醒。也有这意识，因为你租厝伫细厝伫台北市，但是你可能一家大小，吼户口拢无法度伫遮咧，吼连带你伫台北市你无法度领，你若生一个囝，你无法度补助餐，拢无，吼。如果这候选人因会当以后若当选了后，去做一个鼓励讲，我就是我细厝的时阵。我有通去报青年局，去报这个社会局，去报什么？我去报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通好表单。报去的时阵，我就知影住遮嘛，住遮我就通好来稽查，来查起说，哦，原来这个厝是有人住的。啊，这种方面，一方面会当互少年的会愿意讲，哦，我来住，因为咱即摆有这个检举制啦。但是我想讲，哪有可能？那我去住这个厝头的厝，啊，我住喺内面，我搁下检举，我毋就读较歹，家兄。伊上重要是管记了后啊，无法度所在通住啊。伊若是讲真正是，我若是检举了后，我互厝主赶出来，我会使住社会住宅，啊，大家当然就去管记检举啊。啊，若是讲真正是，我检举了后无所在通住，大家嘛是会惊。啊，所以这应该是吼上重要，大家唔敢去申请补助啦，吼，申请津贴上重要的原因。啊，这边来解决了 NGO。这个其实就是目前台北市或者是说各个都会区，其实都是供不应求啦。整个租屋市场上面，房东是强势的，对他来说，他要租房子，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哦，你买啊，下一个。对，所以现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就会像是。就是刚刚前辈说的，如果去检举的话，很容易就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其实整个租屋市场的改革，它一定都会回到最上位的，就是说你如何去增加这个供给量。你一定要让供给量多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就是说，房东觉得说我找各个房客，每个房客都会去检举，都会去申请这些优惠或是补助，那他才摸摸鼻子，觉得说好，大家都这个样子，我也要这么做。但是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僧多粥少。对房东来说，其实他就选下一个人就好了。所以，我们中间的这些检举相关的制度，如果在没有这样子囤房税的机制下去，逼迫这些屋主把房子改变它的使用状态之前，其实他都不太容易达成他的目标。供给增加是目前租屋市场要改革的第一要务。哦，就是供应量要高，这厝头才袂安尼摇摆，是这个意思。但是安尼讲起来，啊，一时间，这个厝主嘛，无一定会放伊的厝出来啊，啊嘛是安尼，当面顿掉的啊。所以讲到上尾，爱是这个头老师讲的，这个囤房税爱赶紧来杀出来。是啊，所以除了讲咱这个制度内底哦，爱到两边要同时并进啦。你讲一方面鼓励啊，第二方面就是你爱加强去查缉。咱真侪所在真。去逃漏税，其实咱
看袂到的吼，就讲财政部拢唔知，我感觉迄足奇怪。你有当中和捌一个火烧厝，迄个小区内底真侪也有迄学生，也有迄个警员。啊，伊迄间厝你媒体去翕的时阵，楼梯口就是种本大楼出租，那做一个广告遐尼大啲啊，啊你讲拢查无？对，这就是你平常没有去查访，啊你若讲。税管处嘛是赶快爱去看，一年两年拢爱去看迄厝，讲有没有改变使用。啊，这个咱营建的嘛，知影讲啊，这内底有违规无？顶我讲你若联查，有联合稽查，然后有小啊有一个检举联合稽查，这个代志拢跑不了。所以联查这件事情可以去让逼出囤房啊，那么空屋的那个部分加重它的税基，把它提高，我觉得这个部分多管齐下，它的效果才会出来。但是啊，讲到底吼，咱今仔日吼时间啊，剩上后要5分钟，我要请3位吼，先请这个廖先生来讲起嘛吼。咱不管是直接兴建，或者是运用市场租屋的这个资源，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多元社会创新，比如说旅馆啊、旅社来转这社会主体。讲到对咱台湾社会对着这个房屋的这个观念，或者是咱少年人要安怎来看待咱以后30年、20年的生活？你有啥物对着政府尤其是台北市政府啦台北市政府，因为咱今仔初早开始就是讲这候选人嘛，你上爱因建议的是啥物？社会住宅当然它必须有达到一个国际上的低标，就是5%。对，上无爱5%啦。对，5%是国际上面的一个社会住宅的低标。那台湾的8年20万户，其实就是当时台湾的住宅准存量的2.5%，就是国际的低标是5，我们刚开始做，我们抓国际低标的一半，就是20万户。对，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再往上盖下去。但是几年之间爱20万户？伊8年啊，小英是讲答应8年啊。8年啦。对，即摆已经6年啊。已经6年啊哇，啉呢一拜对，8年20万户达成的几率不高啊。对，但是重点是它要持续的可以兴办下去，因为各国的社会住宅都不是说某一任市长、某2任市长可以盖完的，都是盖几十年、半世纪、1世纪才慢慢的累积出这样子的存量。所以，我们 NGO 更在意的比较不是说，谁在这个时候说，对，就是说我要冲，然后我的数字要喊得多高，不是这个样子，是你要有一个机制可以让它持续的兴办下去，一棒一棒的接力。因为社会住宅从规划到盖出来，差不多要4年半。所以，如果以一个市长，如果他当2任8年的话，他其实如果不是在他这一任很前面就开始规划的话，其实他就不会是他来剪彩了。所以，其实每一个市长都是在盖他前任的社会住宅，然后他自己规划的给下一任的。你讲到重点所以瓜分店无一定是咧去伊家己规划的社会主体啦。的时阵嘛有去啊。伊嘛有去啦是来嘉兴。我是认为讲这个候选人对我们业者来说，上头当然还是都跟跟这个我们说是包租这个政策那其中都跟包租的政策做到有好势的时阵，本来就会增加一定程度的供给。可是讲如果说有社会住宅来做一个搭配的时阵就可以至少让年轻人真正要在台北做吃头路嘛会使安心的。那囤房税来提高咧？囤房税来提高的时阵，以现在的制度来说的话是有困难，因为我们的税基真的太低。你除非讲你要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倍数，这个老师就知道，我们除非成一个比较大的倍数，不然你说以一个台北市大安区的公寓，几年差不多房屋税差不多几万，几万你乘以10倍，差不多10万。对于这个房东来说，他可能压力不会很大，无感觉，无啥高的，更加提悬嘿，所以讲他可能税基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重新检讨。老师，这个整体房主题政策我感觉应该多元去思考啦。除了社会主题爱加起，爱持续爱起这个部分呢但是拄啊讲到都更，我感觉都更甲社会主题嘛是有关系啊。咱都更内底足侪奖励，奖励的时阵你就是爱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底爱去选择提供社会主题。你容积给你，容积是公共财，你应该爱有一寡所在爱去甲伊
作为这个社会主体，啊，甚至讲即摆讲的 TOD 就是讲咱一个蛋黄蛋白，啊，两人所在上人的所在，你共起到去足悬的，啊，当然你喺周边的这两边所在，你要去照顾，啊，所以像这个所在融资遐尼济互你就当然你爱去爱回馈嘛，回馈到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事业用地。哦，包括唔是干那社会主体哦，啊，你包括长照啦、公托啦等等这个部分，你就应该爱过去做这。啊，但是我感觉讲，交易市场这个部分应该嘛爱思考讲，唔是干那买卖所有权呀，地上权、主体等等这个部分，甚至讲鼓励长期管理出租这个部分的这个机制，应该拢爱较有较全面的吼，去甲伊检讨。我也是感觉吼，我有一个建议，请 NGO 团队家己咯，重新跳落来做一个经营吼示范，知影市场的咩咩角角吼最有外深吼，啊来做一个实务上的这个理论甲实际上的这个结合。咁即马敢是有开始有一个试验伫拖车呀？哦，安尼真好。家己跳落去经营包租代管。好，咱就来。